如果你喺廣州呢度出世長大或者喺廣州生活嘅話呢，咁你自然講出嚟就話我講嘅係廣州話啦，係咪？但如果你係廣東省內其他地方嘅人，但係呢，你又係講呢種語言嘅喎，咁係咪叫廣州話呢？唔係，你可以叫清遠話、台山話、中山話、湛江粵語，呢啲都係粵語嚟嘅。咁點解粵語又叫白話呢？白話對應嘅係咩呢？就對應嘅係書面語。嗱，問大家書面語我你他怎麼說？用粵語？我你他。嗱，寫作文係我你他。如果係口語表達嘅話，我你他怎麼說？我你佢係咪？個他就變咗佢啦。嗱，所以我你佢呢就係白話，因為白話就係日常傾偈用嘅語言叫白話。點解香港要將呢個語言叫做廣東話，唔叫粵語，唔叫白話呢？因為香港係一個移民城市，從180年前鴉片戰爭之後呢，就有全省全國嘅人移民去香港。咁頭先所講嘅廣州人啦、佛山人啦、中山人啦、珠海人啦、清遠人啦，都去晒香港做嘢。佢哋講嘅語言有啲唔同，但係基本上一樣嘅。咁佢哋都係嚟自廣東省嘅喎，所以佢哋嘅語言統稱叫做乜嘢？廣東話。係啦，所以如果你去香港玩呢，你就話我識講廣東話，咁就得啦。好，咁幾時呢個語言要叫做廣府話呢？小朋友你講。我覺得應該係明朝到清朝。哎呦，你點知㗎？因為明清時期呢，廣州府佢唔係而家嘅廣州市，佢就相當於粵港澳大灣區，只不過比今日嘅粵港澳大灣區少咗肇慶同埋惠州所以明朝清朝嘅人就將呢個話叫做廣府話。有冇人去過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旅遊？喺嗰度嘅海外華人呢，因為佢哋嘅祖先係清朝嗰陣就已經去咗海外生活，一代代傳落嚟，佢而家都係將呢種語言叫做廣府話嘅。